来看波波医师的议题要持续在谈，昨昏气科团体有成千人去行路抗议，希望卫福部24亿气科偏乡计划会当取消，保留先进外国学历的这个原则。不过卫福部这边是表示，偏乡气科计划招募的对象要有咱国气科医师的证书才会使。 几礼拜的艺团体、艺系学生甲教师24下晡进上街头游行，就是要反对卫福部伫要推行24亿艺假偏乡计划，会大量开放国外学历实习名额，恐惊会造成咱台湾的医疗认证体系名声变歹。 政府为了开波波大门，拟了一个24亿的假偏乡计划。我们要让这24亿真正进入偏乡，我们不能够容许民脂民膏被拿来帮权贵子弟铺当医生。 的后门。台湾基层艺医师协会加本土小艺医联盟透过游行提出三大诉求，呼吁卫福部撤回24亿偏乡计划，保留国外学历采认原则，要加普普实习名额限外籍入法。国际艺医校友联合会同款嘛伫下晡召开记者会，反对本土小艺医提出的无实在指控。本土小牙医联盟声称国际牙医在海外没有实习，那我们今天提供了多张的照片与资料，证明。 国际牙医学生在海外学习期间完成严格的临床实习，临床实作非常的扎实，相较台湾实习1年，国际牙医都实习2年以上。针对本土小艺医联盟的诉求，卫福部表示，依照即卖法规规定，当年50人的艺医师实习名额，拢有请专家学界共同讨论才定出来。若做真正要减少名额，必须依照司法管道重新讨论。 我们完全都是依据我国牙医师证照，而且是以本国牙医、本国学历的，所以这跟波波实在是无关嘞。卫福部表示，偏乡计划是新型计划，已经为明年开始编列经费，听到计划顺利推出了后，才有详细的作业计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